这过年期间，有关有诈骗，新北市有这民众伫网络顶头看到这投资股票的广告，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装 App， 搁才交出30万，一直到出金的时阵，才发现讲家己去哄骗啦。落尾伊是配合警方做伙掠到这领钱的强悍。这行政院消保处也要提醒民众，若准骗行情搁较加大续倍，拢爱特别注意讲，这真有可能就是消费诈骗。趁诈骗集团车手佮甲被害人收财物的时阵，警方为市民来包围，互车手无所在通走。顶日有新北市民众伫网络上看到投资股票广告，无怀疑按照对方指示下载 App 甲交付新台票大约30万。然过要付钱的时阵，对方却要求佮投入现金，民众才发觉哄骗，赶紧报警，配合警方来抓人。本所日前接获民众遭诈骗新台币31万元，遂趁被害人与诈骗车手交付款项时，顺利将犯嫌逮捕到案。全案依诈欺罪移请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虽然政府甲民众同齐来阻止诈骗，也毋过诈骗又外定出现。毋那是投资诈骗、电话诈骗，也是一直换新手法。网络以夜色的广告诈骗，更加是真假真歹辨别。频率也算蛮高的，这脸书蛮高的。认为这个网页我们没有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它列过了。有那个啊，什么了啊？我快要被打死了，我应该是同一个人。他打电话来，我说你又在讲啊，他就骂3字经，我赶快给他切断。行政院消保处表示，春节期间网络买物件，也是买线顶的电话服务，爱特别注意，尤其是无符合陷阱的价格促销，佮搭配汇购付款、甲7日鉴赏期等，真可能就是消费诈骗常用的手法。若是拄到以夜色广告诈骗，会当尽速请代收汇款的汇文，也是超商业者协助退款退货。若是发生消费前期，爱保留甲业者的沟通协商记录，后手也会当锁定线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